你有冇試過好想揾一個人？可能係失散多年嘅舊情人，你想知道佢過得好唔好？可能係屋企人因為某啲原因斷咗聯絡，你淨係想同佢講翻一句說話，又可能係欠咗你錢，走咗數嗰位，你唔係想報復，而係想攞翻一個交代，了咗件事。其實揾一個人好多時唔係為咗重逢，而係為咗終結嗰種懸而未決嘅感覺，終結究竟佢去咗邊嘅疑問，終結你心入面嗰條刺。我哋成日接到呢類委託，有人會問：咁多年啦，仲揾唔揾到你？或者佢特登避開我，點會俾我揾到？同你講，揾人呢樣嘢唔係靠撞彩，唔係靠直覺，而係靠方法。我哋唔會開天眼，唔會作法，更加唔會做任何踩界嘅嘢。我哋做嘅係透過合法嘅渠道，用系統性嘅方法去重構一個人嘅生活軌跡。咩意思？即係從一啲你諗都冇諗過嘅地方入手，公開記錄、數碼足跡、社會網絡嘅交叉比對。一個人就算點樣消失，總會留低一啲痕跡，只係睇你識唔識得將佢哋串連起嚟。我哋俾你嘅係一個真相，一個可以俾你放低心結 move on 嘅真相，一個可以幫你行到下一步，無論係法律行動定係情感上嘅了結嘅支點。揾一個人，有時係為咗開始，有時係為咗結束。如果你心入面有條刺，有一條問題一直冇答案，歡迎私信我哋傾下。所有對話絕對保密。